可能兄弟姊妹你啊行到要知道按白色，在那个家庭度，在那個生活要白色，你做嘛個要白色，拍在那個信心是要白色唔順，拍在你侍奉主白色唔順。嗱，我係講嘅詩篇記提九節，按樣人講到，上帝就係自家嘅避難所，當自家白色之時。嗱，所以自家嚟到上帝嘅面前，當自家白色，當自家有困難，當自家有問題，才嚟到上帝嘅面前，因為佢自家嘅避難所。咁詩篇記第9、第10節咁樣講到，係信上帝嘅人，相信上帝嘅人，上帝冇離開自家。意思嚟講咩咧？上帝透過這個信靈，時常要大家同在，時常要勸帶自家，時常要幫助自家。那所以自家就通過要白色，上帝就係自家嘅避難所，係上帝自家嘅避難所。我講兄弟姊妹啲，自家大家要就開心快樂平安喺你嘅心中，就心中你要平安開心快樂。自家嘅心中熱甜，思想熱甜，自家能做自家嘅頭路，能做自家嘅身份，能侍奉主，攏總做到順順利利。因為咩啦？因為自家嘅心中要平安，思想要甜，自家能夠攏總做到好好，攏總做到順利，要得勝，要利實，加入自家攏總熱出嚟生活中有成功，有得勝。要離實，因為上帝耶穌基督自家嘅避難所，自家單依靠佢，佢嚟多讓自家，單佢嚟幫助自家，自家超得到佢嘅恩典，阿撒自家熱着心謙卑嘅心嚟到佢嘅面前，禱告求佢，主你超係我嘅避難所，主你超係我嘅幫助，主先行一切依靠你，嗱就自家要樣嘅心，上帝聽自家嘅禱告，佢祝福自家，攏總順順利利。阿門。